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越南。越南的国家主席武文赏因为牵涉贪污，20时已经请辞。因为过去1年多，越南2任国家主席拢因为涉贪的歹代来落台，即马已经引起外资也个生理人的不安。越南政府20表示，已经接受国家主席武文赏的辞呈，这是政治动荡的一个现象，也可能让外国的投资人对越南的投资环境无信心。官方的声明讲，武文赏违反党章党规，引起恶质的舆论，和党、国家加个人的声誉受影响，也过无讲详细内容。You try to root out corruptions, but more and more, corrupt officials at even higher level of their position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being implicated. 武文赏的前任黄春福去年自称退休，为新冠疫情期间一连串的贪污案件负政治责任。越南的经济正靠外国的投资，高层的领导人一直接换人做调整，可能影响外资加商界。武文赏辞职进程就已经传出风声，乌这边市证交所10月8日开盘几点钟就盘要到3%。证券商豆腐未来资产讲，这礼拜前2天越南外资卖超超过8000万美金。Because economic growth is the ut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performance-based legitimacy of the party, and if they cannot perform the economic growth really well, it will lose the popular support. 53岁武文赏去年3月初2出任国家主席，这个职位是名义上的领袖，在国家重要场合以利益性质出现。伊的地位是第4号政治人物，一般认为伊会当有今仔日的地位，是越强总书记黄武中给提拔。不过最近越南的公安部逮捕几多位被指控贪腐的高官，被认为是跟黄武中亲自部署指挥的反贪腐运动有关系。武文赏伫咧讲义上，2个以前的部下前后任省长高考加郑文明，拢因为收钱被抓。这款代志拢发生伫咧2011年到2014年，武文赏做公益省委书记的期间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